Hello，两位，我可以找你们街拍几张吗？感觉都挺好看的。我们一起拍，我们俩没有合照，我们俩刚好没合照。对，在哪里拍？就在这里，就是可以来个合影。可以。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外号也可以。外号月月。大帅。我这里在记录后期发平台的。好的。你叫反图吗？啊？反图。好。可以。但是加了，我觉得你可能会很害怕，看到我的微信昵称，你现在可以看一下。有没有那么夸张？律师啊！哎呦我的天！可以侵犯肖像权吗？坐几年牢？现在授权给你，记录下来了，授权给你。好，拜拜。